12月7號，香港迎嚟第8屆立法會選舉。12月8號，香港特區第8屆立法會選舉委員會公布咗分區直接選舉界別投票結果，有20位候選人成功當選新一屆分區直接選舉界別立法會議員。喺呢批新當選嘅議員當中，有一位特別引人注目，佢就係曾經喺巴黎奧運賽場發光發熱嘅江文慧。喺巴黎奧運女子個人重劍決賽賽場上，江文慧就好似一位勇士，喺法國主場同對手展開咗一場驚心動魄嘅對決，比分一度好膠着，最後佢以13-12嘅驚險比分，硬係從對手手中搶到咗一枚好寶貴嘅金牌，成為咗香港體育史上嘅傳奇人物，大家都好親切咁叫佢微笑殺手。喺呢次立法會選舉入面，江文慧以131票嘅絕對優勢贏咗，擊敗咗得到23票嘅馬日超，成功當選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由港隊女神到退役短短1年就成為全民焦點，佢喺人生唔同嘅賽道上都交出咗一份令人讚嘆嘅成績單。據香港電台新聞網報道，江文慧當選之後難掩激動同榮幸嘅心情，佢好真誠咁話，能夠出任特區立法會議員係一份好珍貴嘅榮譽，同時都對香港旅遊業業界嘅支持表達咗深深嘅感謝。佢好清楚，旅遊業作為香港4大支柱產業之一，對香港嘅經濟發展同社會繁榮有好重要嘅作用，所以佢堅定咁承諾，以後一定會充分發揮自己嘅作用，做好政策推動者同社會橋樑嘅角色，積極為旅遊業發聲，全力推動香港旅遊業蓬勃發展。佢仲話會盡快投入到緊張嘅工作入面，團結業界各方力量，用實際行動服務香港。江文慧嘅成長歷程真係好似一部精彩絕倫嘅奮鬥史。佢1994年喺中國香港出世，2歲就跟住父母移民去加拿大，喺異國他鄉開始咗童年生活。不過6歲嘅時候，佢又跟住家人回流返香港，返到呢片熟悉嘅土地。喺學業方面，佢展現咗卓越嘅天賦同勤奮嘅態度。本科喺美國斯坦福大學讀國際關係專業，喺頂尖學府入面吸收知識養分，拓寬自己嘅國際視野。之後，佢又喺中國人民大學攞到碩士學位，不斷追求學術上嘅進步。喺體育領域，江文慧同樣有輝煌嘅成就。自11歲起，佢就踏上咗練習重劍嘅道路，憑住對呢項運動嘅熱愛同堅持不懈嘅努力，13歲就喺2007年全國少年錦標賽 U17 組入面一舉奪冠，展現咗非凡嘅劍術天賦。2014年仁川亞運會，佢代表香港出戰，喺女子重劍個人賽同團體賽入面都攞到銅牌，為香港奪到榮譽。2019年，佢嘅世界排名更係升到第1，成為咗世界擊劍界一顆好耀眼嘅明星。2024年喺巴黎奧運會女子重劍決賽入面，佢憑住頑強嘅毅力同精湛嘅技藝，攞到咗香港特區歷史上第3枚夏季奧運會金牌，將自己個名永遠刻咗喺香港體育嘅豐碑上面。企喺最高領獎台嗰一刻，江文慧做出咗一個重要決定，退役。同年8月，佢加入香港賽馬會擔任對外事務助理經理，正式開啟咗體育場外嘅職業新篇章。根據相關規定，香港立法會入面非中國籍或者擁有外國居留權嘅議員比例有嚴格限制，唔可以超過全體議員嘅20%。喺現有嘅28個功能界別入面，只有12個界別允許議員持有外國國籍，而旅遊界正係其中之一。香港明報曾經分析指出，以江文慧嘅個人履歷嚟講，佢原本更加符合參選體育、演藝及文化出版界，但呢個界別唔喺允許外籍人士參選嘅12個界別之列。因為佢持有加拿大國籍，唔可以競逐地區直選議席，所以最後選擇參選旅遊界功能界別。值得一提嘅係，原有旅遊界議員姚柏良為江文慧讓路，轉去選舉委員會界別參選。江文慧喺11月3號正式報名參選立法會旅遊界功能界別議席，並且喺香港北角舉行新聞發佈會，公開表示會放棄加拿大國籍。喺呢之前，
香港賽馬會都已經證實，江文蔚自11月1號起暫停咗喺公司嘅一切職務。12月8號，江文蔚面對記者嘅時候再次強調，我會做好政策推動者同社會橋樑嘅角色，積極為業界發聲，推動香港旅遊業持續發展。佢有斯坦福嘅學術背景，人大嘅法學碩士學位，仲正喺攻讀講中文法律博士，再加上喺國際賽場上面累積咗豐富嘅閱歷，呢啲優勢令到佢嘅參政之路顯得強項對口，得心應手。佢嘅當選並非單單靠明星效應，而係香港市民對佢能力、品格同貢獻嘅高度認可同信任。江文蔚會將重點放喺推動旅遊發展上面，積極服務社區，緊密連接業界各方。由體育冠軍到公益推手，再到而家嘅議會聲音，江文蔚嘅人生一直喺不斷蛻變，不斷向光前行。相信喺以後嘅日子入面，佢會憑住自己嘅智慧同力量，繼續為香港社會做出積極而重要嘅貢獻，書寫屬於自己更加輝煌嘅人生篇章。